再来看台湾推动国南国泽编129亿，要发展海巡远洋巡护船的计划，按算10档内要做6只高纬度远洋的巡护船。伫今仔早起，海委会、海巡署有台船举行头一只船的开工典礼，按算2档后会当交船。 浙江帮的开关企略上灯正式动工，海委会海巡署规划伫10年内打造6只新式高纬度远洋巡护船。经过1年的规划设计，初十举行第一只船巡护10号的建设作业动工典礼。可以航行南纬、北纬各55度的广大的范围，涵盖了所有台湾远洋渔业的渔区。 最远的渔区，我们透过这6艘造舰计划，我们都可以抵达。机器当列车第一德港帮，台湾伫民国111年编列129亿，要做条件海巡远洋巡护船的发展计划。第一只高纬度远洋巡护船按算2年的做了，预计伫115年8月交船。根据规划，新型巡护船的分做2种船型：海上侦察型甲运输补给型，拢会设置无人机的单射架甲回收架。 执法武器呢，它从原来基本的这个机枪呢，升级为我们中科院自己研究的20机炮遥控炮打，所以又增加了模组化的这个货柜设计，所以让我们新型的这个高纬度巡护船呢，可以成为多功能的船舰。 新式巡护船的结构甲性能拢有明显的提升，就是要扩大保障渔民的海上作业安全甲公海渔民巡护。现主时海巡直直增加新式船舰，代表台湾国南国泽行向新的时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